迎来到请你讲台语。今日是挑战的第4天，路面有比前3天加足侪物件的。这有一个小撇步，只要甲湿水减掉一寡，画面看起来就会较舒服咯。我是参考网络的色票，我选的这组内底有柑仔色、地瓜色、黄色、青蓝色。你若有兴趣，下骹有色票网址。我画的方式较直接，大概知影位伫倒位就好。其实安尼画嘛较轻松，家己画图好耍就好。背景嘛是同款，选一个你感觉较活的色，毋免惊大面甲画落去就对啊。用白色的笔做一寡光，安尼就完成啊。